今朝是2026年的头一日天，退休工资3700，蹲辣屋里向吃水煮稀饭吧，不大甘心；到饭店里去吃夜烧吧，不大舍得。哪能办？苏南花卉中心2楼，上亿邻里厨房，用三饭店的铜钿，可以吃到星级酒店的味道。07日单位退休工资的，可以让你暂时产生一种4日单位退休的错觉。想老子谁在吐出铁蛋加班头上的浆果，还有啥副高酱油的，散开冰糖上市。来一个酱鸡汤，5个套肠，再来200克板肉，2只张家港土炉饼，2块一锅洋钿，豆子油洋春面，盐吞盐毛的板肉做煎头，哈子里为啥倒一步？一场算下来有板肉面，煎得14块。送奶粉吃过的小菜土炉饼，每种步骤侪是有点冷特着。哎哟，搿么还有2样分吃了完，再选下去问这个种类要翻吃。哎哟，谁让你搿能进去吃面，啊，觉着难为人个叫。这个番茄多少钱？10块。买4个番茄24块8毛。还有你都看看吧，退休工资3700，发进大师兄，害我哪个日子？